集中回答幾個問題啊。首先，很多人說我是台灣人，我真的不是。其實我平時係講廣州話嘅，就係而家咁樣咯。就係比如話食咗飯未啊？所以咧灣就係灣啦，但係大灣區嘅灣唔係台灣嘅灣。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呢個樓頂究竟係乜鬼嚟嘅咧？係嘛？閣樓啊，係曾經有啲年份佢好興起閣樓嘅咧，係啦。咁啊嗰時候起咗一直都冇拆，咁啊咁咯，就係咁咯。跟住第三個問題咧，又係問得比較多嘅，就係關於身高體重啊呢種數據類型嘅。咁我一般對外就係講我1.69米，點解咧？係因為咁嘅，我大學嘅時候其實已經係有1.7米，有時候量到1.71米，但係唔知點解，就係前幾年嘅時候我住院檢查，咁當時係量到我係1.68.6米喎，我就話我縮咗水啊！好啦，咁我就後來就對外宣稱就係1.69米啦，取咗個中間值咯。跟住第四個問題咧就係話你點解咁瘦噶？點樣減肥啊？呢個絕大多數係基因影響，因為我哋屋企嘅人都唔會肥，就比較瘦，比較高。然之後仲有咧，確實我脾胃就唔係好好，所以我吸收能力就唔太可以，食咗落去係唔吸收。咁我以前就經常講一句嘢，我就話我真係對不起死去嘅雞鴨，就是吃了不吸收，所以我經常這樣自嘲。然後第五個問題咧，我就睇到啲評論同私信都話我以前係咪做過老師？冇，no。跟住我評論裏邊一開始咧，其實好多人問你究竟係男嘅定係女嘅。講起呢件事又係好搞笑。我從細即係1-2歲嘅時候開始，跟住到讀高中啊、讀大學啊，我經常會俾人認錯性別啊！唉，一瀑布咁長，得閒先同你哋講呢個故事。